北市的前议员罗志强早起来宣布，要来参选到大安区的立委，佮邀请到立委高金素梅来做伊的应务主委。这个高金素梅嘛相当甲收听哦，你现场就来唱歌咯。不过，共因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江派君嘛宣布讲要来参选立委，所以罗志强哦本地要邀请大安文山区的议员东台的这个计划嘛临时来取消。 大安选自强，国会又高墙。国民党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宣布参选大安区的立委，找无党籍的现任立委高金素梅做应务主委。高金素梅搁现场唱歌。我比别人较打拼，为什么比别人拍歹命？这就是自强的写照。台北市大安区立委15年来拢是国民党摕去，被认为讲若提名就等于是当选。今晚若赢有6路的人马被点名，也是有意要参选。除了罗志强，要现任的不分区立委李德维、管委会前副秘书长杨永明、台北市议员李表基、王馨怡，加昨宣布参选的蒋派君有真侪人。 大家既是罗志强的朋友，也是钟佩君的朋友。好，我想说，也不要让大家中间会有一些麻烦，所以我一一致电。开工没有回头箭，所以我对强哥所有的公开承诺都不会因此而改变哦。继续跑基层，然后满足基层的民众需求，然后倾听更多的声音。大概蒋派君答应讲，若是当选大安区的立委，跟他做一届。 第2028年挑战台北市树林大东区的立委，台北市议员杨淑慧这次伫面册祝福蒋派君，佮有带出2人的相片。不过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希望讲，罗志强会使到树林大东区，甲何志伟对决。黄立群昨天也跟我讲说，没办法，因为你强嘛，鱼与熊掌不能兼得。我还是必须说，对我有其他选区期待的人，我都表达万分的感谢哈，因为都是对罗志强的看重。 但罗志强只有一个。若民进党被认为有可能参选的有不分区立委范云台北市议员简书培，2020年参选的民进党国际部主任谢培芬嘛有这个意思。因为大安区立委林奕华2月初转任台北市副市长，老来亏，虽然讲免补选，不过嘛已经提早引起热烈争取提名的来见。 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